嘢攞起個，你一嘢衝去臨時指揮中心，一嘢攞起個 walkie talkie， 你就即刻派咗打。而家即刻調直升機過嚟，跟住即刻落雲梯搵水，喺城門河兩邊河吐露港集晒嗰啲咧泵車，我要全世界全香港啲泵車嚟晒現場，我要喺1個小時之內，所有全香港最大型嘅吊機車泵車全部去晒城門河吐露港，跟住用晒香港啲最長嘅水喉駁晒過嚟，全部同我對住宏福園。一係你衝落去指揮中心，做一個 commander direct 嘅指示，我要直升機到，我要水警到，我要水車到，我要最長嘅雲梯到。仆你個街，你咁樣落柯打啊嘛？你唔識落，一係你唔識落柯打嘅咧，你同我着件制服，孭個氧氣筒撒上去。你唔識落柯打啊嘛？咪孭個氧氣筒，着件制服撒上去咯。我夠薑噶，仆你個街啊！真係，喂，你作為處長，你就要能人所不能。